我知有唱兒時的搗蛋掉萬歲也怕，一頓飯吃到反台，真的不算太誇。姨婆姑媽通通也無力招架，只好將我歸給她。爸爸終丟低工作無對撐，不怒罵也不鞭打，掏出一副撲克。誰能將手牌終結？誰人稱霸？暑假要聽盛放的話，不久已吃掉一碗飯，這算什麼玩法？全黑一點紅，全紅一點黑，傻得我滿臉問號，未看透必成方法。爸爸們鬆開懷，這無聊至極的一款撲克，卻引起我的歡笑，對抗這位小惡霸。豪盛的小子不斷唱辛酸，十年每次都說